嗱，咁今日呢條片啦，主要去講解翻一個2026年對一個 port firm 嘅一個佈局啦。我主要去 top stack 嘅 cash flow 嚟計嘅，因為 top stack 咧係各間 port firm 裏邊嘅 ROI 同埋佢嘅出金規則係最高嘅。咁我呢一點啦，我都有喺專屬嘅出金社群度講過啦。咁我主要啦圍繞翻係我哋知道啦。一個150K 攞到一個 EX 嘅固定成本係729 USD，咁點樣計出嚟啦？就係149，咁我哋如果用4個 KYC 去對沖，咁最後4個 account 一定會攞到一個，加埋提動費一定會攞到一個嘅 EX，咁固定成本係729嘅。咁如果你超出咗呢個獲得一個 EX 咧，咁你係蝕本嘅。咁呢一個係一個背後嘅邏輯啦，去推算出嚟啦。咁一個150K EX 係一個729嘅一個固定成本。我哋要做㗎啦，係我哋當用729攞到一個150K 嘅 EX 嘅時候，我哋一定要去跟策略開始 run 啦，run down 啦。咁按我7月係啦，咁我7月7號我申請咗今個月嘅第一粒 payout 啦。2200蚊美金，係啦。咁我點樣做到嘅咧？咁其實31號咧，你都可以見到我係本身係有一日第一單係 draw down，第二單打翻嚟。星期2號係啦，1號係元旦啦，2號啦，咁第一單就打到2400啦。咁我係打一個3NQ 嘅策略。咁5號啦，第一單 draw down SL，第二單打翻嚟。6號第一單 SL，第二單打翻嚟。7號直接150，咁5日達成咗出金條件係回本先嘅。我自己嘅 concept 啦，就係就算我哋未必3個交易做到10K 啦，咁但係如果3個交易日到咗4K，咁接下嚟都可以選擇回本先，因為我哋要 count 嘅係出金規則，係啦，交易策略呢啲咧，我哋都係要 keep 住交易策略打，即係每日只係做2單，但係我哋唔知幾時係順利順手費啦、順風期啦，或者有時順風得嚟啦，好似12月頭咁啦，我係5個交易日達成咗10K，咁可以 full pay 5K 嘅一個 payout 係啦。咁主要睇前幾天策略嘅穩定性，可唔可以順利打出4K 以上？咁我嘅策略啦，主要就係每日係熒幕前就係做2個交易啦。咁我係化繁為簡啦，即係一次嘅 random 啦，即係一次嘅出金抵消，溫順咗呢個 workflow 先，再上喺去買更多嘅 account copy trade 呢啲係啦。如果你連最基本嘅一個150K 你都做唔到出金大於成本嘅話，咁你後尾嗰啲 copy trade 係唔使再講啦，係咪先？咁效率出金3個交易日可唔可以達到4K 以上啦？4K 我都建議係接下嚟150U。揾個 winning days 啦，5個 winning days 立即出金回本，呢個好重要啊！因為你 port firm 呢啲都係數字嚟嘅啫，你可以出金代代為安呢一個係首要。咁但係點解我哋唔選擇去打真倉咧？咁因為你計翻個 ROI 咧，你就算爆都係爆729嘅啫，固定嘅風險係啦。真倉你未必有咁嘅心態承受。咁但係 top set 咧，你同佢對賭咧 ，top set 一年都係賺幾億美金嘅，因為人性始終喺度係啦。市場都係得嗰幾 percent 嘅人賺錢嘅，咁所以你一定要好清楚自己去做啲咩，一定係逆形性啦。咁我哋31號啦，咁你按翻我一個成本729啦，咁3個 set 啦就用咗2187，係啦。咁7號啦，我第一次嘅 payout 啦，2180、2200啦，乘36500，係啦。咁我7號呢一個出完啦，咁就已經 MLL 咗啦，即係 maximum drawdown，咁我再買多一組。係啦，咁我哋睇嚟緊1月、2月、3月、4月都係咁樣溫嘅啫，係啦。咁去到依個情況啦，我哋可以去睇翻個 look 啦。咁大致上觀眾都知我嗰個入場 logic，我哋攞一日最靚嘅。係啦，咁基本上我係等佢 break 咗 liquidity。高下嘅 reversal 入啦，同時個頂係有 SMT， 好啦，基本上我都係揾呢啲 set up 嘅啫。
跟住攞一個12.5 points 嘅 risk，然後 standard 負2會 TP1，但係我考慮緊係要唔要負2係走晒所有 contract，但係呢啲係按經驗而定。係啦，咁基本上佢去到1 out 嘅時候12.5我都會將佢拉入 break even 㗎啦，咁直接等佢去到負2。係啦，咁我個 bias 當刻係 London 路嘅，咁但係我見到呢度有個 liquidity 啦，佢可以 put back 翻去 premium 再落去。咁如果係咁嘅情況，我建議係先 takes 嗱最後一單咁嘅 trade，咁一單咁嘅 trade 啦，我就會收手㗎啦。咁將失控嘅風險降到最低。咁呢個係最好嘅日子去講啦。咁但係我都唔會排除話會爆啦。係啦，咁呢兩日8、9號我係爆咗呢一個㗎啦，剩翻2800嘅。咁但係點解你唔150、150、150、150、150都得嘅？係啦，你可以係 pray 埋，但係你第一次係 pray 咗 2.2K 啊嘛，咁你第二次起碼要打到個 buff 喺5000以上，你先可以 pray 晒啦。咁就係我建議效率咯。咁如果呢個爆咗嘅話，再開一個係啦，我睇下頭3日信唔信。12、13、14，如果12、13、14唔信嘅話咧，再開。咁只要你個策略係有正期望值嘅，咁你最終個出金都係抵食。係啦，呢個係嗰個9月到10月中嘅一個 record 啦。係啦，咁你都可以見到我係一個正向現金流其中一個 account。咁我亦都有講明點解我每日淨係做2單嘅呢一啲原則啦。咁係因為我根據之前嘅經驗推算出嚟，係啦，咁咪幫到大家。咁起碼即係可以控制 logic，係一個 cost 一個 prayer 係一個正向嘅循環，而唔係爆激流。有啲人係第一日拎到個 EX，第一日去賭第一日，咁但係爆咗嘅我哋叫做幸存者偏差，佢哋都冇講。我哋要嘅係可控嘅風險，係啦。咁呢一個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嚟嘅。咁接下嚟啦，我有講過用對沖嘅，咁但係我最後都係揀咗一個非免啟動費嘅方案啦，可以直接2日過考試，咁就唔好擺太多時間喺個考試嗰度嘥時間。亦都有講好多唔同嘅咩咯。咁基本上都係咁噶啦，係啦。咁2026年都係咁樣噶啦，我自己都係咁樣 trade 噶啦。你話打唔打其他 pop 咧？打其他 pop 咧要研究更多，係啦。你要知道晒個平台嘅潛規則。但係 Topstep 依間咧，佢個 ROI 係各間嚟講係比較良心同埋算係高噶啦。咁所以我都建議人打好依間先，同埋我冇做 commission 嘅。有啲人話打Lootees 或者其他，我建議係 Topstep， 就做好 Topstep 先，係啦。你自己慢慢，你越打得耐，你越明。咁所以如果有問題啦，我哋專屬社群或者學員啊，可以向我提出翻。咁我哋都會 keep 住直播啦，去做到一個真係可以學習嘅一個 trading 嘅環境，俾大家去出金大於成本。好，咁今日嘅直播到呢度。